喺每一座金碧輝煌、燈火通明嘅娛樂場入面，其實都有一個無形嘅帝國，而統治呢個帝國嘅就係概率呢個法則。呢個帝國嘅基石係冰冷嘅數學期望，而成個帝國嘅運作就係靠一條冇人可以質疑、永恆不變嘅定律——大數定律。大家好，歡迎嚟到籌碼風雲錄，中意嘅朋友可以訂閱、留言、分享啊！絕大部分行入呢個地方嘅人，無論係心甘情願定係懵然不知，其實都乖乖地俾緊一筆叫做賭場優勢嘅稅。佢哋追逐緊嗰啲話嚟就嚟、話走就走嘅運氣，沉浸喺贏錢嘅狂喜同輸錢嘅痛苦之中。但係好少有人會停低諗一諗，喺呢啲表面睇落完全隨機，好似命運女神話事嘅遊戲背後，係咪真係有啲規律係可以被我哋理解、分析？甚至乎係可以被我哋利用嘅呢？百家樂毫無疑問就係呢個帝國嘅王者，佢規矩簡單，賭場優勢又細，吸引咗無數嘅信徒。佢嘅節奏好優雅，氣氛又夠高檔，俾咗玩家一種差唔多係公平對決嘅錯覺。但係喺呢場咁宏大嘅概率遊戲入邊，真正嘅智慧並唔係盲中中咁去買莊定閒，而係收埋咗喺嗰啲大部分人都唔會留意，但又充滿誘惑嘅邊反 side bet 裏面。今日我哋要傾嘅就係一個睇落好似唔起眼嘅 side bet 龍七，佢就好似帝國版圖上邊一個好偏遠，收埋咗好多寶藏，但又重兵駐守嘅堡壘。大部分人呢，就係俾佢嗰個1倍40嘅驚人賠率吸引住，然後好似飛蛾撲火咁發動自殺式衝鋒，最後撞正佢嗰個高達7.6%嘅城牆，撞到粉身碎骨。而我哋嘅任務呢，就係要畫一張最精密、獨一無二嘅攻城圖。我哋唔係靠蠻力，而係靠智慧、紀律同耐性去揾出嗰條可以通去堡壘內部、可以扭轉乾坤嘅秘密通道。歡迎嚟到呢場思想嘅風暴。Ready？ 我哋即將要一齊拆解概率駕馭風險。首先，我哋要好似一個最頂級嘅鐘錶師傅咁，將龍七呢瓣 side bet 徹底拆開，睇清楚佢每一件齒輪同零件，了解佢內部係點樣運作嘅。要贏龍七，條件係非常之苛刻，佢要求3樣嘢要同時發生。第一，最後贏嗰方一定要係莊。第二，莊家贏呢一局用嘅牌一定要啱啱好係3張。第三，呢3張牌加埋嘅點數一定要精確到啱啱好等於7點。嗱，呢3個條件呢就好似3把極度精密嘅鎖，要用同一條鎖匙先可以同時打開。賭場之所以夠膽開出1倍40咁和味嘅賠率，就係因為佢哋一早透過數學計好晒，知道呢3把鎖同時被打開嘅機會率係有幾咁微乎其微。喺一副啱啱洗好有8副牌嘅牌靴入邊，呢件事發生嘅自然概率係低到你唔信。呢種低概率再加埋佢個高回報，就整咗個典型嘅負期望值陷阱出嚟。對於普通玩家嚟講咧，你每一次買龍七，其實就等於買緊一張負期望值嘅六合彩。短期內你可能好好彩咁中咗一次，但係只要你繼續買落去，大數定律就會好似一隻你睇唔到嘅巨手，好無情、好穩定咁，將你荷包啲錢搬去賭場個金庫度。呢個咧就係賭場 business model 嘅根基啊！一個建立喺堅實數學基礎上面冇得破解嘅賺錢系統。不過我哋今日之所以可以喺度傾點樣逆轉，係因為百家樂有一個極度重要嘅特性，就係佢用緊一個有限嘅牌靴，玩過嘅牌會掉咗去，唔會即刻洗翻勻。呢個特性咧就打破咗每一次開牌都係獨立隨機呢個理想狀態。每一隻派出嚟嘅牌都用緊一種好細微但又好真實嘅方式，改變緊牌靴入邊剩低啲牌嘅比例。呢個過程咧就好似喺一池清水入邊，你係咁滴唔同顏色嘅顏料落去，池水嘅顏色會喺你唔知唔覺之間改變。對於普通人嚟講，呢種改變好難察覺，但如果係一個揸住精密化學分析儀器嘅科學家，佢就可以精確咁量度到池水入邊每種顏色嘅濃度變化。
我哋即將要建立嘅呢一套算牌系統就係一部咁樣嘅概率成分分析儀，佢嘅核心任務唔係去估下一鋪開乜嗰啲係神仙先做到嘅事，佢嘅任務咧係實時啊動態咁去分析。而家牌墟入邊咧剩低啲牌嘅牌質，判斷呢種牌質嘅改變咧有冇令到龍七呢件小概率事件發生嘅機會咧產生對我哋有利嘅顯著嘅提升。而且只有當我哋部分析儀發出一個明確強烈嘅信號，話俾我哋知而家個概率池已經變得對我哋極度有利嗰陣，我哋先會好似一個等咗好耐嘅狙擊手咁扣個扳機。好，而家咧我哋就入去呢部精密儀器嘅核心設計部分。呢個設計嘅靈魂係嚟自我哋對龍七形成條件嘅逆向工程，即係倒翻轉頭諗，我哋知道要形成龍七，第一個亦都係最不可或缺嘅前提，就係莊家一定要有機會補第三張牌。咁喺百家樂嘅規矩入邊，咩情況會搞到莊家唔使補牌呢？答案好清楚咧，就係天牌或者叫例牌。即係莊或閒任何一方頭兩張牌加埋就係8點或者9點，一有天牌出現，牌局就會即刻完啦。所有關於補牌嘅可能性都會變晒做泡影，所以嗰啲可以直接砌到天牌嘅8點同9點就成為我哋成個算牌系統最關鍵嘅敵人。我哋叫佢哋做阻礙牌，佢哋就好似喺通去龍七城堡條路上面嘅巨型路障。當呢啲路障一張一張咁被清走，即係話當牌墟入邊大量嘅8點同9點已經排咗出去之後，通去城堡條路就會越嚟越暢通。換句話講，牌墟入邊剩低嘅8、9點越少，出現天牌嘅機會就越低，莊家需要補牌嘅機會就越高，龍七形成嘅第一個先決條件就越容易滿足。呢個係我哋成個邏輯鏈嘅第一環，亦都係最穩固嘅一環。當莊家有得補牌呢度大門打開咗之後，我哋就要入到去更深一層嘅概率分析。我哋要諗究竟係點樣嘅牌組合，會容易啲令到莊家補咗第三張牌之後，總點數啱啱好停喺7點呢個目標上面。經過我哋團隊用超級電腦做咗海量嘅數據回歸分析，我哋發現嗰啲點數比較細嘅牌，例如 A、2、3、4同埋所有代表0點嘅公仔牌10、J、Q、K， 佢哋嘅存在可以有效咁增加莊家頭兩張牌落喺需要補牌區間嘅機會，而且喺補牌之後更容易將個總數引導去7點。我哋叫呢啲牌做速成牌。相反，7點呢隻牌本身就變咗一個好微妙嘅干擾因素。如果牌墟入邊剩低嘅7點太多，雖然喺某啲情況下，例如莊家頭兩張牌係0點，可以直接砌成龍七，但喺更多嘅情況下，佢會搞到莊家補牌之後直接爆超過9點，或者停喺一個唔係7點嘅數字上邊。所以7點牌太多，對我哋嚟講係一個輕微嘅負面信號。基於以上呢啲深刻嘅嚟自海量數據分析嘅理解，我哋終於可以砌出嗰套簡單得嚟又好周得嘅心算計分系統。呢套系統嘅設計係平衡咗理論精度同實戰可行性嘅藝術結晶。我哋幫每一張牌定咗一個特定嘅分數，等我哋個腦可以喺賭場嗰種高壓嘈雜嘅環境下，用最少嘅精力 mental bandwidth 嚟完成對牌質嘅實時追蹤。咁呢個計分系統係咁嘅，首先我哋將最重要嘅阻礙牌，即係8點同9點，俾個最高嘅正分，就係+2正2，意思係每當一張8或者9喺牌墟消失，你個心就應該開心一下，因為通去勝利條路又乾淨咗啲。第二，對於嗰啲比較中性但又有少少正面影響嘅4、5、6點，我哋俾佢哋+1正1分。佢哋嘅離開咧，都係靜靜雞咁將個概率天秤傾向我哋呢邊。跟住，對於嗰個微妙嘅干擾者7點，我哋俾佢-1分。佢嘅出現係對我哋目標嘅一次少少阻礙。最後，亦都係最關鍵嘅一步，
為咗盡量簡化我哋心算嘅過程，我哋將 A、2、3同埋所有零點嘅公仔牌，佢哋嘅分數全部定為0、0。意思係喺實戰嘅時候，當呢啲牌出現，你個腦可以完全無視佢哋，唔需要做任何計算，咁就可以慳翻啲寶貴嘅努力，專心去記嗰啲真正重要、有分數嘅關鍵牌。呢一個計分系統喺實戰點用呢？就好似喺你個腦入邊裝咗個隱形嘅計數機咁。當一區新牌開始嗰陣，個計數機係0，荷官每派一張牌，你就跟住我哋呢套計分法喺心入邊同步加減。例如呢，派張9，計數機變+2，跟住派張 Q，計數機唔變，依然係+2，再派張7，計數機減1，變咗+1。呢個跟住牌局一路加埋佢嘅數，我哋叫佢做流水數。但係淨係得個流水數係遠遠唔夠㗎。一個有經驗嘅航海家唔單止要知道隻船即時嘅速度，更加需要知道相對於個汪洋大海真實嘅航行狀態係點。同樣道理，一個專業嘅算牌佬一定要明白一個核心概念，就係流水數嘅價值會隨住牌靴剩低嘅牌量越嚟越少而被急劇放大。舉個極端例子，假設流水數係+10，如果呢個時候牌靴仲有7副牌，咁呢個優勢可以話係微不足道，因為佢被稀釋咗喺極大嘅牌量之中。但係如果牌靴剩翻半副牌都冇，咁呢個+10嘅流水數就代表住一個好似金礦咁巨大、咁集中嘅概率優勢。為咗解決呢個問題，我哋引入咗成個算牌體系最核心、最有決策價值嘅指標——真數。真數條公式簡單到你唔信，就係用你而家計到嘅流水數去除以牌靴大約仲剩低幾多副牌。呢一條簡單嘅除數就好似一個有魔法嘅校準器，一瞬間就將原始可能有誤導性嘅流水數轉化做一個標準化嘅能夠真實反映當下玩家優勢嘅精確數值。咁點樣估剩低幾多副牌呢？呢個就要靠大量練習去掌握。通常你可以透過觀察荷官隔籬個戲牌堆有幾高嚟判斷。一個標準8副牌嘅牌靴，你可以喺心入邊將佢大致分做8份，睇下個戲牌堆佔咗幾多份，就可以反推出剩低幾多副。例如，如果戲牌堆嘅高度大約係成個牌靴嘅1/4，咁就即係用咗2副牌，仲有6副剩。呢個估算唔需要100%準確，但一定要盡量接近真實，因為佢係計真數嘅關鍵分母。當我哋掌握咗計真數呢一件最強武器之後，跟住落嚟嘅問題就變得好清晰。我哋應該喺幾時先至去買龍七呢瓣呢？答案同樣係嚟自我哋團隊做過嗰啲數以百萬虛計嘅電腦模擬。數據話俾我哋知，有一個好明確嘅，好似物理學常數咁可靠嘅引爆點。呢個點就係當真數去到或者係超過+4正4嘅時候，當真數細過+4。雖然牌質可能已經有啲輕微對我哋有利嘅偏移，但呢個程度仲未夠完全抵消龍令本身嗰個高達7.6%嘅巨大賭場優勢。喺呢啲時候落注，你依然係玩緊一個負期望值嘅遊戲，長遠嚟睇都係輸。但係一旦真數突破咗+4呢一個臨界點，成個遊戲嘅性質就發生咗根本性嘅顛覆性嘅改變。賭場優勢會被徹底躺平，並且轉化為玩家優勢，而且真數嘅數值越高，我哋擁有嘅玩家優勢就越大。當真數去到+5、+6甚至更高嘅時候，我哋每一次落注都變成咗一個有顯著正期望值嘅理性嘅投資行為。所以只係喺真數大過等於正4嘅時候，先落注呢條規矩。一定要好似鋼鐵咁，深深咁烙印喺每一個實踐者嘅腦海入邊。佢唔容許有任何妥協，唔應該被任何主觀感覺、所謂嘅路或者現場氣氛動搖。佢係成個策略嘅生命線，係區分專業優勢玩家同普通賭客嘅最終分水嶺。好，而家我哋要傾下同算牌技巧同等重要，甚至喺某程度上更加關鍵嘅另一半賭本管理同實戰策略。
一套再完美嘅算牌系統，如果冇一套科學嘅同佢匹配嘅注碼方案，就好比一架有最強引擎嘅賽車，但係冇可靠嘅迫力同車態，最終結果一定係輸到爬街。龍七呢個高波幅嘅遊戲呢一點尤其重要，因為佢賠率高達1賠40，意思係你好可能喺好長一段時間內都贏唔到一次，你條數嘅走勢會呈現長時間緩慢嘅下降，然後喺某一個瞬間，一次成功嘅命中就會好似火山爆發咁，令你嘅資金即刻飆到一個新嘅高度。呢種劇烈嘅波動對人類嘅心理係一個極度嚴峻嘅考驗。為咗應付呢種考驗，我哋設計咗2套風格唔同，但係都經過實踐證明嘅注碼管理方案。第一套呢，我哋叫佢做動態海利投注法。佢比較適合嗰啲追求資金增長效率最大化，而且有強大心理承受能力嘅玩家。呢套方案嘅精髓在於，你落注嘅金額應該同你而家擁有嘅優勢大細，即係真數嘅數值成正比。當真數係+4，你落一個基礎單位；當真數升到+5，你可以落1D25個單位；當真數去到+6，你可以落1D5個單位，如此類推，真數越高，你優勢越大，你注碼亦都應該越大啦。呢種方法嘅理論基礎係著名嘅海利公式，佢被證明咗係喺已知優勢嘅情況下，能夠做到最快長期資本增長嘅數學模型。但係佢嘅缺點亦都同樣致命，就係會帶嚟極度劇烈嘅資金波動。喺你捉到嗰次巨大嘅勝利之前，你好可能會因為係一個高真數點，連續落大注而輸到阿媽都唔認得。冇鋼鐵，一般嘅神經同充足嘅後備彈藥，好難駕馭呢種高風險高回報嘅策略。第二套我哋叫佢做分級風險控制系統，佢穩陣啲，保守啲。首要目標係控制風險，令到資金曲線平滑啲，適合大部分人。呢套方案嘅核心咧係建立一個多層級、有止損同重置機制嘅投注階梯。譬如你可以設定一個5級嘅投注體系，喺真數大過等於4嘅前提下，你第一次投注係一個單位，如果輸咗，下一次符合條件嘅投注你就加到2個單位。再輸就加到3個單位，如此類推，直到第5級嘅5個單位。呢個體系嘅關鍵喺佢2條核心規則。第一，無論你喺邊個級別，只要你成功中咗一次龍七，攞到嗰40倍嘅巨額回報，你就要即刻唔好猶豫，將你嘅投注級別重新去降翻去最開頭嘅一個單位水平嘅。第二，如果你喺某個級別連續投注咗特定次數，例如我哋建議嘅7次都全部輸晒，你亦都必須強制性咁將投注級別重置翻去一個單位。呢個設計嘅巧妙之處在於，佢利用咗1賠40嘅高賠率特性，確保喺一個細嘅可控嘅投注週期入面，贏一次就夠 cover 晒所有損失兼有巨大利潤。同時，佢又透過設定投注次數上限同強制重置嘅機制，幫你整咗一道堅固嘅防火牆，有效咁防止你喺遇到極端唔好彩嘅情況，例如連續30次都唔中嗰陣，你條水會災難性咁斷裂。掌握咗算牌技術同賭本管理方案，你理論上就擁有晒所有武器。但係要將呢啲武器帶入真實嘅戰場，你仲要學識點樣做一個優秀嘅戰場環境分析師。喺真實嘅賭場咧，有一個變數，對我哋呢套系統嘅效能有決定性影響，就係荷官切牌嘅深度，我哋俗稱穿透率。荷官洗完牌之後，會將一張黃色嘅膠卡插入牌靴。當派到呢張卡嗰陣，呢靴牌就玩完。呢張卡插入嘅位置，直接決定咗我哋可以玩到呢靴牌嘅幾多個百分比。如果荷官切走嘅牌好少，例如只係切走最後大約半副牌，咁我哋就有好高嘅穿透率，有足夠多嘅牌局俾我哋觀察同計算，從而令到真數有充分機會爬升到我哋想要嘅高位。喺咁樣嘅台，我哋嘅優勢可以最大程度咁發揮。但係如果賭場為咗防範算牌佬，
用深度切牌嘅策略，例如一嘢切走2副牌，咁留俾我哋玩嘅部分就大大減少。意思係好多時，當真數啱啱開始變得有利嗰陣，呢開牌就已經玩完。喺咁樣嘅台，我哋系統嘅效能會被嚴重削弱，甚至冇晒價值。所以一個職業玩家入到賭場，佢第一樣要做嘅嘢，絕對唔係急住揾位坐低，而係好似一個偵察兵咁，有耐性咁喺場內巡邏，觀察每一張百家樂台嘅切牌習慣，揾出嗰啲由懶或者冇咁留心嘅荷官所創造出嚟嘅有高穿透率嘅最有利嘅戰場。除此之外，你仲要學識偽裝。賭場係一個充滿閉路電視同金手指嘅地方，任何行為模式同普通人唔同嘅玩家都會引起賭場職員嘅警惕。一個專業嘅算牌佬一定要係一個好演員，你唔可以死估估咁望實每一張派出嚟嘅牌，唔可以喺真數變高嗰陣表現得好明顯興奮同緊張，更加唔可以喺落大注嗰陣15-16。你嘅行為舉止一定要睇落好似一個普通嘅靠運氣玩客嘅遊客。你可以喺等緊有利時機嘅時候玩下手機，同朋友傾下偈，或者扮下嘢，研究嗰啲根本冇用嘅路子。只有當你計出嚟嘅真數發出嗰個鋼鐵一般嘅行動信號嗰陣，你先至用一種睇落好隨意、好唔經意嘅姿態，將你嘅籌碼夠膽夠靜咁推去嗰個細細嘅寫住龍7嘅投注圈上面。呢個唔單止係技術，更加係心理同表演嘅藝術。最後，我哋一定要講呢門手藝最艱難，亦都係最核心嘅部分——紀律同心態。要掌握我哋頭先講嘅所有知識同技巧。一個聰明人可能用幾個禮拜苦練就得，但係要喺一個充滿誘惑、干擾同巨大心理壓力嘅真實環境入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咁好似機械人一樣完美冇出錯咁去執行呢啲策略。呢個需要一種超乎常人嘅鋼鐵一般嘅意志力同紀律性。你會經歷漫長嘅睇唔到盡頭嘅等待。可能連續幾個鐘，甚至一日，個真數都係負數，你一次注都唔可以落，嗰種沉悶同無聊，足以摧毀大部分人嘅耐性。你會遇到好多人驚嘅負向波動，即係我哋常講嘅下風期。你可能連續幾日，甚至幾個禮拜都嚴格跟住系統喺每一個優勢點落注，但結果依然係輸錢。喺嗰個時候，自我懷疑嘅念頭就會好似毒蛇咁纏住你。你會開始質疑呢套系統係咪真係 work？ 你會有一種衝動，想唔跟規矩，憑感覺去搏一鋪，而呢個正正就係通往失敗嘅深淵。真正嘅成功者係嗰啲深刻理解大數定律，並且對數學有住宗教般信仰嘅人。佢哋知道短期嘅結果根本冇意義，波動係遊戲本身嘅一部分。佢哋唯一要做嘅就係喺任何情況下都100%冇任何折扣咁去信同執行嗰套被海量數據驗證過嘅正確嘅策略。佢哋嘅情緒唔會因為一次巨大嘅勝利而狂喜，亦都唔會因為一次慘痛嘅失敗而崩潰。佢哋只係平靜咁持續咁做啱嘅事，然後有耐性咁等待概率法則將佢一早應承咗嘅嗰份屬於玩家嘅優勢喺時間嘅盡頭如數奉還。咁所以我哋喺度傾嘅，與其話係一種賭錢嘅技巧，不如話係一種將賭錢呢個行為轉化做好似證券交易或者保險精算咁，係一種嚴肅嘅基於數理分析嘅職業行為嘅完整方法論。佢剝開晒賭錢入面所有關於運氣、預感、神神怪怪呢啲非理性嘅外衣，將佢還原做一個可以被量化、被分析、被管理嘅概率模型。佢要求咧參與者要有數學家嘅頭腦、投資者嘅耐性同埋苦行僧嘅紀律。呢條係一條艱難、孤獨、充滿挑戰嘅路，絕對唔係個個都啱行。我哋分享呢啲知識嘅最終目的，並唔係鼓勵任何人去投機，而係希望透過呢個極致嘅案例，去展示科學嘅思維方式同嚴謹嘅數據分析，點樣可以幫我哋喺一個睇落好混亂、好隨機嘅世界入邊，
揾到隱藏嘅秩序，然後做出更優勝、更理性嘅決策。呢個係一種思維上嘅勝利，一種邏輯對混亂嘅征服。喺你決定係咪要踏上呢條路之前，麻煩你摳心自問，你追求嘅究竟係賭錢帶嚟嘅短暫刺激，定係駕馭概率所帶嚟嘅嗰種深層次嘅源自智慧嘅平靜同自由？呢個問題嘅答案將會最終決定你嘅命運。